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糾治的第147天，也是哈梅內伊得道成仙的第147天，同時也是穆杰塔巴哈梅内爾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47天。就在這一天根據央視報道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發消息稱，美東時間7月23日傍晚，也就是北京時間7月24號凌晨6點45分，美軍開始對伊朗進行連續第13晚襲擊，旨在追究伊朗責任，並削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商業航運構成的威脅。根據伊朗媒體報道伊朗西南部叫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南部霍爾木茲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最大的島嶼格什姆島均傳出爆炸聲，並且這個行動顯著升級。根據環球網等媒體報道，美軍驅動 B-1 遠程轟炸機。根據美國方面消息當地時間21日，美軍出動一架 B-1 遠程轟炸機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目標實施了打擊。消息稱，這是美國重啟對伊朗打擊行動以來首次使用 B-1 轟炸機執行任務，這個什麼叫槍騎兵是吧？標誌着美國軍事行動顯著升級。消息還稱，這架 B-1 轟炸機是從英國一處空軍基地起飛的，目前暫不清楚 B-1 轟炸機具體打擊了哪些目標。這個 B-1 轟炸機它可以攜帶24枚2000磅的這種炸彈，或者數十枚巡航導彈，也就是出動 B-1 轟炸機呢，就是對吧？這種打擊恐怕就是不是一個目標一次出動打很多目標伊朗可以說是一片火海這個阿瓦市還有這個阿巴斯港在夜間遭到猛烈的轟炸。一名居民報告稱凌晨2點20左右，在阿巴斯附近聽到了至少20聲連續的爆炸聲。根據報道襲擊在凌晨3點1刻仍在繼續，儘管爆炸之間的間隔時間更長了。這是伊朗的時間網上流傳各種爆炸燃燒的視頻。阿克西奧斯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道說他說美軍使用 B-1 遠程轟炸機襲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目標，該部署預示着美國軍事行動重大升級。該飛機從英國起飛這個相當於給伊朗一個明確的警告，如果革命衛隊繼續襲擊國際商船，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伊朗會被炸得很慘，可能10年內都修復不了。根據媒體報道在美國的這一輪轟炸中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部門高級指揮官，伊朗革命衛隊前副指揮官叫穆罕默德·侯賽因，在此輪空襲中已經得道成仙了，追隨哈梅內伊而去。這個穆罕默德·侯賽因他就是那個發出威脅要暗殺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的，公開號召暗殺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結果出師未捷身先死口號還在回響，自己已經對吧先走一步。我們再看看伊朗的反擊當地時間7月24日凌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防空系統啟動，應對敵對的空中威脅。根據伊朗努爾新聞網報道7月23日，伊朗軍隊發布視頻顯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布第26波彈道導彈無人機發射視頻，畫面可見多枚彈道導彈和多架自殺攻擊型無人機陸續升空那場面相當壯觀宏大。主要是這個發射視頻在電視台播放的是發射的場景，飛向科威特等中東多國的美軍基地，至於打沒打到這個不知道即便這個電視台有報道那畫面也有可能是拼接的反正這個發射的場景是真實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稱，為回應美軍行動，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位於科威特叫阿迪里基地的美國特種電子戰部隊發起打擊，造成多名美軍人員傷亡。聲明稱，美軍在衝突重新開始後實施的侵略行動中，一直使用其部署在印度洋的
艦艇發射巡航導彈。在其艦艇導彈庫存耗盡後，7月22日起，使用從英國費爾福德空軍基地起飛的轟炸機對伊朗發動襲擊。聲明強調，任何被用於對伊朗領土發動侵略的基地都將成為革命衛隊合法打擊目標。聲明警告英國不要進一步加重自身的罪孽，並譴責英國是美以近期針對伊朗侵略行動中參與程度最高的一方。也就是就你英國是最積極就是如這個美國和以色列沆瀣一氣為美國以色列打擊侵略伊朗提供這個援助，提供幫助。難怪這個伊朗人把英國前首相斯塔默列入這個暗殺名單，雖然排名比較靠後那當然也要殺。現在斯塔默下台了，是不是要換個新的人呢？還是接着追殺斯塔默？那新的首相对吧？要不要追殺？现在是同意用英國的空軍基地用來打擊伊朗，這是新的首相下令的。冤有頭債有主伊斯蘭革命衛隊趕緊把這個英國新首相給他加到那個暗殺名單裡面。同時我們再看這個特朗普也沒消停特朗普繼續對伊朗施壓，各種言辭威脅。首先是根據阿克西奧斯新聞網報道說，美國總統特朗普7月23日表示，他正在認真考慮在伊朗重啟重大軍事行動。也就是說這個連炸13天，這個是開胃菜，大鐵錘大耳光，這個行動還在後面。特朗普現在正在考慮是不是要恢復重新啟動。特朗普是已接近做出決定，並為此做好了一切準備。他說，伊朗方面想要談判，但目前尚未準備好達成協議。關於談判這個伊朗和特朗普兩人也是各執一詞。伊朗方面說是特朗普提出停火10天，想談判，伊朗人不同意。但特朗普說是伊朗人想談判，他不同意。不管怎麼說吧，反正就是谈判不成，对吧？不管是誰想談，現在結局就是談判是已經擱淺。根據《紐約時報》報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員透露，伊朗23日拒絕了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該方案由伊拉克總理轉交至德黑蘭。目前尚不清楚這份停火方案的具體內容，但伊朗官員表示伊朗政府不願意接受一項無法解決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問題的臨時協議。《紐約時報》報道說，伊朗拒絕接受伊拉克領導人提出的美國停火協議，提議細節尚不清楚，但伊朗官員表示這是目前唯一的提議。根據伊朗和伊拉克官員透露伊朗周四拒絕了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提議，該提議由伊拉克總理轉交給德黑蘭。此次調解失敗之際，特朗普正威脅要升級戰爭，並打擊伊朗關鍵基礎設施。這些官員要求匿名因為他們正在討論敏感的國家安全問題。他們表示伊朗總理扎伊迪此次訪問伊朗是在他最近訪問白宮與特朗普先生會面之後進行的。停火提議的具體細節尚不清楚，但伊朗官員表示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伊朗政府對任何未能解決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問題的臨時協議都不感興趣。據當地媒體報道扎伊迪先生率領伊拉克高級官員代表團前往德黑蘭，會見了伊朗總統佩泽西奇揚、伊朗首席談判代表加里巴夫以及伊朗外交部部長阿拉戈齐。阿拉戈齐先生告訴国家電視台，伊朗和伊拉克接壤，兩國在經濟、政治和安全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聯繫。鑑於該地區目前的形勢，此次訪問意義重大。阿拉戈齊表示扎伊迪先生分享了他訪問華盛頓觀點和感受，但德黑蘭和華盛頓之間已經有了足夠多的調解人，問題不在於傳遞信息。他說問題在於美國的觀點，這種觀點不符合邏輯，貪婪且控制欲強。過去幾周，伊朗和美國之間的緊張局勢持續升級，美軍轟炸了伊朗的軍事基地以及鐵路、機場、橋梁和海港等基礎設施。伊朗則使用彈道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了美國在中東的軍事目標。到底誰托誰傳話呢？不得而知綜合各方消息看应該是伊朗
請求美國停火10天。但是啊，特朗普啊应该没有同意。本質上說啊，伊朗的革命卫队他是不會接受任何協議，而伊朗的這個改革派啊，穿西裝的，他們的態度啊又不頂事，對吧？簽了再多的協議沒用啊，只要革命衛隊聲稱啊，在霍爾木茲海峽放了一顆水雷，那海峽就堵上了啊，就這麼簡單。所以特朗普應該是啊，這個知道跟伊朗人談判呢，那就是浪費時間。所以特朗普啊，不得不認真考慮啊，可能要派出地面部队，要進行地面作戰。美國空軍今日啟動大規模空中橋梁計劃，數十架運輸機從歐洲主要基地飛往中東。此前數小時，特朗普宣布，美國將對伊朗發动規模空前的大規模襲擊。這個打擊行動要比那個史詩狂怒啊還要劇烈。這個以色列方面說啊，對伊朗的戰爭啊絕不會結束，除非該政權徹底垮台，哪怕需要再打20年，軍事行動也絕不收手，對吧？昨天美國也放出啊，在伊朗要打20年，也是有個議員說，是吧？所以說雙方都已經啊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伊朗將成為另一場永無止境的戰爭。歐洲多國使館從伊朗撤離，英國已證實撤離了所有外交官，德國也撤回了剩餘的使館人員。伊朗國家媒體聲稱，法國也採取了同樣行動，說明啊，美國和以色列很可能即將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猛烈的打擊啊，大耳光、大鐵錘，隨便叫吧。而且這個特朗普啊對媒體說啊，以色列可以分分鐘加入，就是加入空襲啊，加入对伊朗的戰鬥。伊朗做好準備吧。7月23號，根據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道，伊朗軍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軍方已推演多種美軍進攻場景，並為應對美軍地面入侵做好準備。消息人士指出啊，伊朗伊斯蘭武裝部隊已針對美國可能發動的任何新襲擊準備了多種應對方案，這叫預案啊。咱們看《三國演義》啊，那上面各種陰謀詭計啊，各種民間智慧是沒有預案的，就是不考慮各種複雜性，只考慮是吧？像那種物理一樣的，你只要條件成立，必然會出現那個結果。但是啊，社會對吧？軍隊國家運轉，它不是一個機器，這裡面還夾雜着人心情緒，對吧？這些東西你很難去量化，很難把它搞個參數啊。所以說啊，這種下大棋、陰謀詭計，在現代社會啊，你很難成功，最終拼的是實力啊。所以這個伊朗人啊，也做出了各種各樣的預案，就是對吧？特朗普有可能發動地面進攻，有可能不發動。那發動會是什麼模式，對吧？多大規模，從哪兒開始，都要做好預案，而不是賭他不發動。這個消息人士說啊，如果美軍再次襲擊伊朗核設施，尤其基礎設施，伊朗的回應將超出美方預期。簡單點說啊，就是伊朗做好準備了，特朗普你來吧，對吧？隨便你是地面戰還是什麼。隨着也門胡塞武裝啊宣布對沙特實施海上禁運，7月23號，胡塞武裝宣布使用彈道導彈打擊2艘違反海上禁運令的沙特油輪。這個曼德海峽啊，現在也對吧遭到這個封鎖，所以國際油價又開始飆升啊。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啊，布倫特原油價格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這是自今年5月以來首次。原因是伊朗支持也門胡塞武裝在紅海發動襲擊，引發對全球石油供應的擔憂，並加劇了人們對新一輪通貨膨脹的擔憂。胡塞武裝宣布襲擊了2艘沙特油輪，並宣布對沙特實施海上封鎖後啊，油價上漲了超過6%。此外，人們越来越擔心美國和伊朗可能走向更廣泛的軍事对抗。特朗普星期三說啊，伊朗每次在霍爾木茲海峽向船只開火，美國都將炸毀伊朗一座橋梁或發電廠。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過後回應啊，說伊朗奉行以眼還眼的防禦原則，任何針對伊朗的侵略行為都將遭到强有力的堅決回擊。對此，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星期四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出席亞細安會議時反擊說啊，特朗普的政策是以頭還眼，伊朗將為自己所為付出沉重代價。
根據路透社報道啊，本月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空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軍事顧問以及與導彈和無人機相關的設備。伊朗馬漢航空公司一架飛機於7月13日從伊朗首都德黑蘭起飛，載有10至21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人員，其中包括高級指揮官。這架飛機原本計劃飛往由胡塞武裝控制的也門首都薩那，但在薩那機場遭到沙特戰鬥機襲擊後啊，被改航至紅海沿岸的荷台達港。這些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人員被部署到也門，以支持胡塞武裝行動，並培訓戰鬥人員使用新型導彈系統。這架飛機還攜帶黃金，用於資助胡塞武裝的後續活動。所以這個特朗普他就說了啊，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啊，他又發了個帖子，他說啊，1年前啊，美國已經對胡塞武裝進行了非常有力的攻擊，因為他們干擾了商業和貿易。從那時起，包括在美國與伊朗的衝突期間，胡塞武裝行為非常負責任，就是打了一次啊，管用，老實了。但是啊，不幸的是，現在他們又開始行動，襲擊了2艘沙特船只。如果他們再次這樣做，這是特朗普說了啊，如果胡塞武裝再次打擊這個商船的話，美國將追究伊朗的責任，因為胡塞武裝是伊朗的代理人，伊朗將受到重大軍事懲罰。特朗普還表示啊，對胡塞武裝感到非常失望。也就是特朗普說了啊，這個胡塞武裝在紅海啊，在曼德海峽，你在那兒作妖啊，我懶得打你，我打你的主子伊朗，就是你在那兒再發射導彈，你打一艘船，我就炸伊朗的一座橋梁或者一個電廠。中國一句古話啊，打狗看主人。這特朗普說了，我也不看主人，對吧？我也不打狗，我直接打主人。並且特朗普還說啊，在另行通知之前，即日起，一切針對船只、貨物及相關財產的損毀，均由美國所持有並掌控的伊朗資金予以賠付。此類損失或極為可觀，但此舉方顯公平合理。我覺得這個做的是個人事啊，你只有拿錢出來賠，那船東啊、貨主啊、船員呢，他才敢從那兒走，或者說保險公司才敢保，對吧？有損失，保險公司賠錢，誰賠保險公司呢？你就拿伊朗的被凍結資金賠這些保險公司。那有保險公司保的話，那船東和這個貨主啊，他就敢從霍爾木茲海峽走，否則的話，你光說啊，美軍提供護航，那人家也不敢走。你提供護航，萬一這個我這船，對吧，被這個無人機或者導彈打了，我找誰賠呢？找美軍賠嗎？美軍護航頂多是那個防止，对吧？伊朗武裝去這個劫持這個船，但是沒法100%避免船只遭到攻擊呀，沒法100%的避免這個船只遭到損失，是吧？所以這樣好了，有損失有人賠，拿伊朗的這個凍結資產賠，我覺得這是個辦法啊。這就像那個歐盟啊，拿着俄羅斯的凍結資金來援助烏克蘭打仗一樣，邏輯是一個邏輯啊。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蓋伊啊，他說啊，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珀明確表示，一些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以及約旦參與了美國對伊朗的軍事侵略。如果這一美國聲明僅僅是虛假的，那麼這些國家應該公開透明的予以否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伊朗行使其固有的合法的自衛權，對位於這些國家境內的美國軍事基地和資產進行打擊，那麼質疑伊朗的動機無非是試圖忽略邏輯，誤導公眾輿論。請明確，當前中東地區的不安全局勢以及肆虐的衝突，完全是由於美國和以色列持續對伊朗的侵略所致。這些國家容許其領土被用作美國侵略的跳板。根據聯合國大會3314號決議關於侵略的定義，他們實際上成為了這場侵略的參與者。這種行為也明顯違反了睦鄰友好原則。伊朗行使合法的自衛權是恢復整個中東地區安全和穩定的必要一步。而伊朗議會議長卡利巴夫說啊，他們想要懲罰伊朗，結果他們自己因為油價飆升而遭受了損失。實際上，這個特朗普啊，跟伊朗的衛隊、跟伊朗的強硬派沒什麼好說的，雞同鴨講，對牛彈琴，對吧？只有發動更猛烈的打擊，才有解決的可能啊。
指望談判那是不可能的。根據這個聯合早報報道啊，說與美國達成協議是投降，伊朗強硬派指領導層發動政變。在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持續隱藏行蹤的情況下，伊朗政壇分歧日益尖銳。伊朗強硬派對現任政府高層與美國達成協議極為不滿，認為他們正在發動一場針對伊朗與國家革命理想的軟政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伊朗內部的嚴重分裂在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送葬儀式舉行期間暴露無遺。這個咱們一直說啊，自從這個哈梅內伊升遷以後啊，伊朗的這個內鬥它就公開化了。哈梅内伊沒死之前，伊朗的內鬥啊一直在，但只是沒有公開，表面上看很團結，實際上內鬥啊，改革派和強硬派之間內鬥一直不斷。那麼哈梅內伊死之後呢，這個矛盾就不僅更加激烈，而且還公開。在早前的德黑蘭舉兵遊行上，有哀悼民眾朝總統佩泽西奇扬怒斥，就直接罵總統啊，妥協者去死。外長阿拉格齐被罵成賣國賊，示威者還對他投掷石塊，迫使他逃離現場，就是差點把那阿拉格齊給打了一頓啊！憤怒的群眾啊，伊朗的盘媒也很厲害啊。出席哈梅内伊葬禮的強硬派認為，佩澤西奇揚、阿拉格齊、卡利巴夫等戰時領導人非但沒有為哈梅內伊復仇，還無視穆吉塔巴的命令，與美國簽署諒解備忘錄，這無異於向美方投降。伊朗強硬派議員加贊法里本月早前稱，這些領導人試圖提升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作用，以架空最高革命領袖與議會，這是他們策劃並在一步步執行的政變。上個月，效忠於伊朗政權的宗教歌手巴赫什甚至公開威脅佩泽西奇揚，說啊，總統先生，如果最高領袖的條件得不到滿足，那麼小心我們刀刃和你的喉嚨，我們會讓你下地獄。你看看啊，揚言要把總統給割喉，也太血腥啊！專家指出啊，伊朗領導人正試圖把國內的超強硬派邊緣化。德國國際政治和安全事務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阿奇斯說啊，卡利巴夫正施加影響，把強硬分子邊緣化，他們給體制帶來的代價太高。在伊朗局勢不穩定之際，他們正把內部競爭公開化。穆吉塔巴持續缺席，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權力越來越大，出席哈梅內伊葬禮的人數众多等因素助長了強硬派的氣焰。實際上啊，是正義聯盟大哥在背後煽風點火、拱火澆油才是根本原因，使他們更大力的推動繼續與美國和以色列作戰的激進主張。強硬派的伊朗前外長穆塔基日前接受採訪時就稱，我建議到中東地區美國基地，那裡可能有成百上千名美國恐怖分子，只要把100名美国士兵帶回伊朗就夠了。也就是啊，去那個中東基地抓100個美國大兵控制在手上，那特朗普就乖乖的投降，就這意思啊。但是啊，伊朗國內啊，實際上已經揭不開鍋了。大家都能想一下啊，這個佩澤西奇揚像熱鍋上的螞蟻啊，蜂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為什麼這麼說啊？你說這回美國又連炸13天，大家知道現在在伊朗那肯定是最熱的時候啊，印度都能熱死人，熱死多少人了？那伊朗也好不了哪裡去，現在還停電，對吧？沒有能源，還缺油，還缺美金。伊朗爆發停電危機，社會在夏季熱浪下苦苦掙扎，美軍繼續狂轟濫炸，特朗普跟盧比奧態度異常堅毅，伊朗再度起核。7月23號，美軍完成了對伊朗第13晚的連續空襲，這次空襲的持續時間超過75分鐘，打擊的目標依然聚焦在伊朗南部胡奇斯坦省、霍爾木茲干省、布什尔省核心重镇什化特區，這些地方都是伊朗的軍事重镇，緊鄰伊拉克的庫爾德斯坦人叫庫區。美軍不僅轟炸大橋、石化設施，就連伊朗的電網也早在幾天前就開始進行針對
空襲開始進行啊，針對空襲伊朗的停電危機，在這幾天是愈演愈烈。伊朗人無論是強硬派還是親美派，現在都在缺電的熱浪下苦苦掙扎。根據半島電視台披露，近期一則商販因為滿冰櫃的冰淇淋，大家知道啊，那個一個冰櫃的冰淇淋啊，它缺電，那不就全化了嗎？所以這個商販那不就破產了嗎？对不對？所以他就歇斯底里啊，然後他這個視頻就在網上傳播，這個半島電視台還轉播了啊，在伊朗國內病毒式傳播，伊朗的學校也因為停電而不得不推遲考試。伊朗國家電力公司首席執行官阿拉达德證實了伊朗電力損失嚴重程度。他表示啊，伊朗電網容量下降了4200兆瓦，超過2000個電網節點受損，伊朗發電總量約為10萬兆瓦。美軍的連日空襲已讓伊朗損失了5%的發電能力，看上去不多啊，只少了5%，但是伊朗本身就缺電，你說這不是越渴越吃鹽嗎？伊朗本來啊，在美國轟炸之前，實際上在去年，伊朗就是夏天啊，它是轮流停電，因为它供電不足啊，对工業工廠進行限電，來維持伊朗電網的運轉。如今在美軍的轟炸之下，尤其是馬赫沙赫爾石化聯合企業被美軍炸得徹底停止供電，伊朗南部陷入了每日更長的停電狀態之中。而伊朗甚至不得不對這個德黑蘭進行限電，從而支援供應商供應南部電力。當然了，美軍空襲伊朗的這個發電廠，它並不是啊簡簡單單的說要激起伊朗老百姓的不滿，它主要是打擊伊朗的這個工業，因為你電是能源嘛，你本來就缺，再給你稍微打一下，你就缺得更厲害。你只要缺得更厲害，你的什麼石化業，對吧？什麼那些能用來出口的那些工業都得中斷，再加上美軍的封鎖、石油制裁，伊朗的外匯收入那就是急劇減少。這就是特朗普啊，他不着急的原因，對吧？他可以再炸幾天再說。誰着急呢？誰自己知道。那只有伊朗着急啊，所以伊朗的強硬派他不管了，強硬派負責喊口號，負責唱高調，但是佩澤西奇揚、卡利巴夫這些，你不得不面對伊朗這些困難，怎麼解決呢？所以請求美國人停火，對吧？跟美國人談判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強硬派也不答應，問題就在這兒啊。所以現在就看是伊朗人的頭鐵，還是特朗普的炸彈厲害。總之啊，不把這個衛隊啊，不把強硬派給打服、給打垮，那這個事沒完。好，我們繼續密切關注。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